喺香港呢座快節奏城市入邊，大家每日逼港鐵上下班，工作壓力極大，三餐幾乎都係由茶餐廳同快餐店包辦。早餐食菠蘿油，午餐嗌乾炒牛河，夜晚求其食碗公仔麵或者高油外賣。呢種重口味、高碳水、高脂肪嘅飲食習慣，令血管提早老化，膽固醇同血壓指標成日亮紅燈。平時去行超市，加買餸車入邊裝滿嘅依然係薯片、餅乾同埋各種含糖嘢飲。唔好再盲目採購呢啲俾身體增加負擔嘅零食啦。今日公開一份營養師推薦嘅健康零食清單，呢10款精選好物，成分乾淨，低卡高營養，唔止好食唔肥，仲可以靠天然營養清理血管。排喺第10位嘅係紫菜，亦即係平時講嘅海苔。收工之後最放鬆嘅時刻就係嚟喺梳化度追劇，總係想口痕救下嘢。薯片入邊滿布心血管，殺手反式脂肪。而脆卜卜嘅紫菜係完美嘅替代品，佢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同特殊嘅藻類成分，可以喺消化入邊阻隔部分脂肪吸收，幫我哋攔截多餘熱量，減少衰脂肪進入血液。紫菜仲富含碘同其他礦物質，可以促進新陳代謝，幫助控制體重。佢嘅熱量超級低，食一整包都唔怕肥。市面上嘅紫菜通常帶少少鹽分，食嘅時候適量就得，避免鈉超標。下次行超市可以直接買大包裝紫菜，價錢非常實惠。無了解食幾片，不知不覺就為血管健康加咗分。第9名係枝豆，亦即係居酒屋常送嘅毛豆，你完全可以喺超市冷凍櫃入邊揾到佢。枝豆本質上係未成熟嘅新鮮黃豆，蛋白質極高，提供豐富維他命同礦物質。而且完全唔含膽固醇，一份枝豆熱量好低，但由於含有大量優質植物蛋白同膳食纖維，食落去飽腹感極強。呢啲纖維唔止可以穩定餐後血糖，仲可以幫腸道將多餘膽固醇排出。枝豆入邊嘅大豆異黃酮能有效降低血液入邊嘅總膽固醇同衰膽固醇，並降低三酸甘油脂。與其下晝肚餓食曲奇，不如食枝豆。買一大包冷凍枝豆擺雪櫃，想食嗰陣稍微加熱，撒少少海鹽拌勻，就是一碗鮮香小食。將佢當零食解瀉唔怕肥，長久堅持血管油脂會慢慢減少。第8名係靈芝希臘乳酪，注意呢度講嘅係真正嘅希臘乳酪，而唔係糖分超標嘅普通風味乳酪。希臘乳酪經過多次過濾，去除大量水分，保留咗最濃縮嘅蛋白質。同等重量下，蛋白質含量遠高過一般乳酪。靈芝版本更加係將脂肪降到最低。高壓環境下，人容易暴飲暴食，高蛋白屬性令希臘乳酪成為極佳嘅飽腹食物。一杯落肚能有效抑制食垃圾食物嘅衝動，幫助控制體重。佢仲富含活性益生菌，能改善腸道微生態，幫身體代謝多餘膽固醇，血管自然跟住受惠。建議略過包裝花哩胡哨嘅細盒乳酪，直接拎大桶裝靈芝原味希臘乳酪，每日一杯，兼顧腸道同體重。第7名係黑朱古力，好多打工仔覺得朱古力令人發胖，其實關鍵係睇你揀咗邊種。如果係可可濃度70%以上嘅純黑巧，咁佢絕對係對心血管有益嘅補品。高純度黑巧富含多酚類抗氧化物同可可黃烷醇，能夠促使血管內皮釋放一氧化氮，令血管更有彈性，促進全身血液循環。適量食用仲可以令血壓輕微下降，有效預防動脈硬化，前提係糖分必須低。超市入邊顯眼嘅牛奶朱古力通通唔合格，一定要睇配料表揀可可成分高、添加糖極少嘅黑巧。第6名係牛油果。牛油果嘅脂肪含量雖然名列前茅，但絕大多數係對心臟有益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。豐富嘅油酸能夠顯著降低血液入邊嘅衰膽固醇，同時提升好膽固醇水平，對血管健康起雙向調節作用。經常食可以將容易塞住血管嘅油脂清理乾淨，並喺血管內壁形成抗氧化嘅保護膜。牛油果仲富含鎹元素，可以緩解高鈉飲食帶嚟嘅血壓波動。
佢嘅膳食纖維可以進一步阻斷膽固醇喺腸道入邊嘅吸收。不過佢嘅熱量唔低，關鍵在於控制份量，因為營養密度極高，一日食半個就夠啦。如果覺得單食口感單一，可以壓成泥加檸檬汁同洋蔥做成醬，染青瓜調食。第5名係各種莓果，無論係藍莓、士多啤梨定係黑莓，都係極好嘅天然抗氧化食物。空氣質素差同埋高壓生活，容易令人產生過多自由基，導致血管老化發炎。莓果含有海量花青素同維他命 C， 能迅速中和體內自由基，防止血管壁受氧化損傷。每日一把雜莓對心血管非常有益。莓果仲富含果膠等水溶性膳食纖維，有助於喺腸道捕捉並排出膽固醇。相比高甜度熱帶水果，莓果天然糖分較低，食咗血糖唔會劇烈波動，脂肪囤積機率大幅降低。新鮮莓果價錢高唔易保存，超市嘅急凍雜莓係完美救星。每日剝一殼放落麥皮，酸甜滋味俾心臟加上一層保護盾。第4名係燕麥，清血管降血脂，絕對唔可以漏咗呢個實力強悍嘅粗糧。如果體檢發現膽固醇超標，醫生嘅建議往往係每日朝早一碗燕麥。燕麥富含可溶性膳食纖維，進入消化道後形成黏稠膠狀物，可以吸附膽固醇並排出體外。每日堅持食完片，燕麥衰膽固醇數值通常會有明顯下降。除咗清掃血管垃圾，燕麥喺穩定餐後血糖方面亦表現優異，能有效預防2型糖尿病。入邊嘅味同窮亦對舒緩血管壓力好有幫助。千祈唔好買加咗大量糖精、奶精嘅速溶麥片，去買最基礎嘅原片大燕麥。第3名係野生三文魚。深海魚毫無疑問係心血管嘅保護神。平時飲食多肉少菜，經常食含飽和脂肪嘅食物，會令血液變黏稠。三文魚極其豐富嘅多元不飽和脂肪酸，具有強大抗發炎作用，能有效減少血管發炎反應，大幅降低血液中三酸甘油酯水平，提升好膽固醇。佢仲可以令血液黏稠度下降，血液流動更暢順，大幅降低血栓形成風險，令血管壁保持光滑，唔易堆積油垢。心臟專科醫生建議每周至少食2次深海魚類。超市有冰鮮魚柳或者方便嘅水煮三文魚罐頭。周末買一塊厚切三文魚，稍微煎下，天然滲出嘅魚油令佢香氣四溢，滿足味蕾嘅同時，血管亦會感激你。第2名係堅果同種子，核桃、杏仁、開心果以及奇亞籽、亞麻籽等，細個身軀入邊蘊藏住巨大能量。佢哋充滿對心臟友好嘅不飽和脂肪酸，能強效保護脆弱嘅血管、內皮細胞，唔受氧化自由基破壞。規律食堅果嘅人，患心血管疾病嘅風險遠低於唔食嘅人。但食堅果最大嘅陷阱在於份量，堅果熱量極高，食多咗照樣轉化為脂肪囤積。正確嘅做法係每日只係食少少一把，既能獲取護心營養，又唔會熱量超標。第1名係奇亞籽、亞麻籽混合堅果醬，佢係一罐將多種頂級堅果同超級種子完美融合，完全唔添加精製糖同多餘油脂嘅純天然醬料。佢將單打獨鬥嘅犀利角色全部收編，無論係提供維他命 E 嘅杏仁，定係富含鎂嘅腰果，都研磨濃縮喺呢一罐入面。最關鍵係加入咗奇亞籽同亞麻籽，額外注入咗大量不飽和脂肪酸同水溶性膳食纖維。每次食呢種堅果醬，唔止攝入優良油脂，仲獲得咗種子嘅清道夫纖維，多重營養協同放大，效應驚人。亞麻籽能有效抗氧化，奇亞籽膨脹形成凝膠包裹，膽固醇排出體外，研磨成漿容易吸收。朝早拎全麥多士，搽厚厚一層，血糖平穩，精力充沛。睇完呢10種超市清血管零食，大家會發現身邊隱藏住咁多嘅解野又強身健體嘅寶藏。真正嘅養生唔係每日只係食水煮菜，而係識得做出更聰明嘅選擇。面對高壓快節奏嘅生活，守護心血管健康，其實不必犧牲口腹之欲。呢10款超市寶藏證明，真正嘅養生絕非苦行僧式嘅節食，
而係用聰明嘅選擇將健康融入日常。下次去超市，不妨將薯片換成呢啲血管清道夫，用美味投資未來嘅好身體。